老班长，蓉蓉来了。爸爸，你怎么了？蓉蓉，爸爸没有忘你的生日啊！快乐，生日快乐！爸爸，你怎么了？爸爸，老班长，昨天咱们还在一起喝酒，工友们都劝你给蓉蓉找一个妈妈，没想到这么快你就走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把蓉蓉拉扯大，把她抚养成人。乔燕，给蓉蓉的爸爸跪下。蓉蓉的爸爸是为了救我。蓉蓉，来，给你爸爸跪下。老班长，你就放心的去吧。没有你，也就没有我。我一定会把蓉蓉抚养成人的。哎，蓉蓉，许个愿呢？对，许愿，快点，许个愿。好。祝我们的妈妈身体越来越健康，气质越来越好。祝我们的爸爸越活越年轻。对，就是，咱爸的官越做越大。行了。然后祝大姐、二姐越来越漂亮。嗨，我们老都老了，还漂亮呢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咱姐呀越老越漂亮，像妈妈。你呀，就会捡好听的说。然后，祝我正在上大学的妹妹学业有成。谢谢蓉蓉姐。完了。哎，你呢？哎呀，行了，你别逼人家蓉蓉了，蓉蓉人家自己许愿是保密的啊，还保密呢？不就是想找个好老公吗？哦。爸，您说几句吧。好。借我三女儿的生日，我说两句。真快，一晃20年过去了。其实，每年给蓉蓉过生日，也就是给我自己过生日。20年前的今天，蓉蓉的亲生父亲付出了自己的生命，才使得我和我的家人们获得了新生。蓉蓉，咱们全家人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爸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来，干杯！但是，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暗自庆幸，相反，对生命有了更多的感悟，更多的珍惜和更多的责任。要珍惜生命，要热爱生命，不仅是自己的生命，更重要的是他人的生命，是百姓的生命，尤其
是我们这些做领导的，特别是做企业领导的同志们，你们要真正的做到关心和爱护广大员工们的生命健康，要全面的提高企业的安全意识，要把安全生产、安全施工、安全管理放在第一位。同志们，20年前的故事是我亲身经历的，每时每刻我都记忆犹新。我绝不希望老班长的悲剧在20年后还要重演。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啊！你做到了，你就称职，你就有资格、有权利坐在这里；你做不到，你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共产党人，你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。当然了，作为市委书记，我自己首先要做到。好了，好了，你看可以吗？还行。来，我签单吧。乔乔姐，请签字。这儿是吧？对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啊，走了。妍妍，曾志敏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说明我了解你呗。妍妍，哎呀，从小就追你，虽说追到今天也没追上，但是你的行踪我还是了如指掌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耍嘴皮子了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星期天也没啥事儿，寻思借你的光上市委书记家蹭2顿饭，这是个好事儿吧？没那么简单吧，曾志明？是不是又有什么事儿要找我爸了？知我者你，走上车班去。就这说。进来。书记，资料拿来了。书记，矿务局来电话了，说周局长啊，你带的投资商啊，考察完了，正在回宾馆的路上。好，我们马上就过去。这位欧阳董事长是新加坡什么商会的事啊？是华人呢，还是华界？是华界商会。这个商会经济实力雄厚，他们在东北亚啊还排在前20名以内。对了，这个欧阳董事长啊，还是第一次到国内来投资。这好像也是学地质的啊？对，还在美国留过学，是个儒商。得想办法把他留在我们金山。小侯啊，还有个事儿，这份文件我已经签完了，你把它交给组织部。书记，您怎么把乔园给划了？划了就划了，什么怎么？书记，我理解您的意思，可是乔园的提拔是组织部报上来的，他本科学历，工作能力又强，俗话说举贤不避亲嘛。您不能因为她是您的女儿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按理说，乔园在副科级的位置上干了5、6年了，当然也应该解决。可是你看看这份名单，我只有把它划掉，要不然摆不平啊。书记，我觉得您做出这个牺牲啊不值得，别人不知道，还以为乔园他们得到多大的好处呢。别管他，人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，咱们办事一。